大家好，我係澳門培正中學6年級嘅華心妍。今日我哋要探究嘅話題就係地球發燒啦，我哋一齊嚟幫地球降溫。你知唔知啊？地球喺度經歷一場大發燒，就好似我哋生病嘅時候會發燒一樣，地球嘅溫度亦都不斷升高。今日讓我哋一齊嚟認識呢個問題，並且學習點樣為地球降溫。地球嘅體溫變化喺過去嘅100年入邊，地球嘅平均溫度上升咗1.2度。呢個聽起嚟好似唔多，係咪啊？用體溫類比嚟解釋點解1.2度嘅升溫好嚴重，你知唔知啊？我哋人類嘅正常體溫大約係36.5度。如果我哋嘅體溫上升到37.7度，呢個只不過係上升咗1.2度，我哋就會覺得非常唔舒服，甚至會發燒。地球發燒嘅嚴重後果：1. 北極海冰快速消失； 2. 北極熊失去家園。極端天氣越嚟越頻繁，全球暖化不只係讓地球升溫，更加導致地球嘅天氣脾氣變得越嚟越暴躁。極端天氣對我哋生活嘅影響： 1. 超強颱風； 2. 暴雨； 3. 乾旱； 4. 熱浪。我哋可以幫地球降溫㗎。1. 節約能源； 2. 綠色交通； 3. 惜物減廢。低碳生活邁向碳中和。碳中和天平嘅兩邊，排放同埋吸收。碳中和只係讓地球嘅碳平衡天平維持平衡。天平左邊，排放二氧化碳嘅活動，包括日常生活，我哋屋企使用嘅電器，工廠生產，例如水泥、發射等；交通運輸，汽車、飛機等交通工具。天平右邊，減少同埋吸收 CO2 嘅方法： 1. 森林吸收； 2. 潔淨能源，例如太陽能、風能等； 3. 碳捕捉技術。以上就係我嘅報告，多謝大家。